失眠、焦慮，明明冇咩特別事發生，但無端端都想喊。如果你正處於呢種心靈亞健康嘅狀態，其實唔係你唔夠強大，而係你嘅能量場積聚咗太多嘅情緒垃圾，令你原本光芒嘅自己被蓋住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Sandra， 我係一位美國認證嘅催眠治療師同埋能量調頻師，亦係一個傳導光嘅管道。透過呢一雙光之手，我會將溫暖嘅高頻能量直接傳送俾你。當我對手擺喺你身上嘅時候，你會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嘅暖流，由頭到腳幫你做一次徹底嘅能量清理。我曾經將呢套療癒方式帶到馬來西亞嘅5星級 SPA， 無論你係職場嘅搏實女強人，定係身心疲累嘅產後媽媽，你真正需要嘅唔單止係身體嘅按摩，而係一次靈魂嘅深度修復。我會結合頌缽聲頻同埋唔同嘅技巧，幫你解開心靈嘅結，重新揾返嗰個愛自己嘅能力。療癒係為咗遇見更輕盈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幫心靈做一次深度嘅 detox，DM 我做一個1對1嘅光之手療癒。我係 Sandra，等我陪你一齊出發，揾返會發光嘅自己。